沙龍一詞源自於法國嘅實窿，佢起源於17世紀嘅法國，即係特定指啲上流社會藝術家、哲學家每個禮拜就匿埋喺個廳度，大家聚會下傾下偈咁。而喺香港，沙龍攝影愛好者簡稱龍友，佢哋一般以攝影為主要興趣，佢哋會參加唔同嘅攝影活動，佢哋都中意加入唔同嘅攝影會，影巴士、影人像、搞相展、參加沙龍比賽，再加入其他嘅攝影會，搞相展、參加沙龍比賽，再入其他會，搞相展。黃高嘅有日。而講到最有代表性嘅沙龍會，莫過於係倫敦攝影學會。倫敦攝影學會成立於1853年，協會嘅目標係推廣攝影藝術、支援攝影師同埋提升攝影技術。成立初期，倫敦攝影學會同皇室關係密切。喺1853年成立嗰陣時，維多利亞女王同艾伯特親王已經成為首批嘅贊助人。而去到1894年，因為維多利亞女王長期嘅捐款，所以正式命名為英國皇家攝影學會啦。之後，伊麗莎白女王更成為名譽嘅贊助人，直到2022年過身之後，而家就由凱特王妃接任。英國皇家攝影學會喺2004年仲獲得咗皇家特許狀。如果龍友要分級數，佢一定係白金級。Queen Elizabeth II, the longest reigning monarch in British history, has died at 96 years old. 英女王唔只係英國最長壽嘅君主，佢仲係一個熱愛攝影嘅白金級龍友。女王6歲嗰年，佢爸爸喬治6世送一部柯達嘅 Bob Brownie 相機俾佢，自此之後就開啟咗佢個攝影之旅啦。女王有幾部相機都特別中意用嘅，第一部係1966年推出嘅 Rollei 35，但係女王用嗰部係24K 金加蜥蜴皮限量版。喺1979年出訪亞曼嗰陣時，都有帶住部相機周圍影相嘅。仲有1954年拉卡推出嘅 M3，佢經常攞呢部相機喺馬場度影相。之後佢都追上咗潮流，改用咗拉卡嘅 M6。加支52光圈鏡頭，徠卡仲特登為女王加咗 ER 皇室標誌喺部相機上邊添。女王唔止用135機嘅，佢仲有用120中幅機。Rollei 雙鏡都係女王專用嘅相機嚟㗎。喺40-50年代係 Rollei 嘅黃金時代，當時每個攝影師都想擁有一部 Rollei 相機。女王影嘅相我哋就冇得睇啦。但係同女王影相嘅皇家攝影師影出嚟嘅相，就影響咗我哋日常嘅生活喎。講到皇室攝影師，第一個一定要提到 Cecil Beaton， 佢係20世紀最出名嘅攝影師。Cecil 係1904年喺倫敦出世，佢自細對藝術同攝影充滿興趣。喺1920年開始，佢已經為英國嘅貴族影相，憑住佢獨特嘅風格。喺1930年代獲邀請成為皇室嘅攝影師。Cecil 仲喺1957年攞埋呢個荷蘭水蓋添，進一步證明咗佢喺英國文化嘅重要地位。除咗皇室， Cecil 仲影過好多名人，例如瑪麗蓮夢露同溫莎公爵夫人咁。除咗攝影，佢仲擔任咗窈窕淑女嘅電影同舞台劇嘅時裝設計工作。當時呢部電影仲攞埋奧斯卡嘅最佳服裝設計。去到1965年，佢仲獲得英國皇家攝影學會頒發嘅榮譽院士。當年 Cecil 為伊麗莎白女王拍咗張加冕嘅官方照，唔知你仲記唔記得係邊一張呢？喺97年之前，香港嘅政府部門同公營機構成日都會見到呢一張相嘅。另一位皇室攝影師係 Dorothy Wilding， 佢係首位女性擔任皇室官方嘅攝影師，亦係影響我哋日常生活最多嘅攝影師。1893年，佢喺格洛斯特郡出世。Dorothy 16歲開始學習攝影，
去到20世紀初，喺倫敦同紐約已經開設咗自己嘅工作室啦。你見得最多 Dorothy 嘅作品就係1952年為伊麗莎白女王影嗰張相，呢張相對我哋生活息息相關，佢就印咗喺我哋日日夜夜辛苦追求嘅銀紙上邊啦。以前有冇零用錢都真係要多謝事頭婆。順帶一提，有冇印象呢一張相呢？其實佢唔係一張相，佢只係一張油畫嚟嘅。以前我哋寄信嘅郵票裏面嘅女王頭像就係用呢一張油畫啦。I was sent to Balmoral to cover the royal rota. I was there to photograph the Queen receiving the new Prime Minister. 喺2022年9月6號，最後一個同女王影相嘅皇家攝影師就係 J. Barlow， 佢影咗女王最後一張公開嘅相片，記錄咗女王同當時新上任英國首相卓慧思嘅會面。而呢張相喺女王逝世之後變得更加重要，成為全球悼念女王標誌性嘅相片。女王離開我哋就快3年啦，我哋一齊回顧返佢以前嚟香港嘅情況。跟住會奏英國國歌。好多謝大家又戇鳩鳩陪我哋多一日啦！中意咩題材嘅，記得喺下邊留言。如果中意條片嘅，記得點讚同訂閱啦！